辛苦自己知咯。啱先講到啦，去美國以為哇美國好巴閉啊，美國演出好威啊咁，其實真係好艱苦，好難好食，住又唔好食又唔好。真㗎唔係假㗎，唔係話講出美國，真係我哋去美國演出，特別去紐約嘅演出，係條件非常差。個舞台咧兩張波台咁大，個雞尾企上舞台都頂到頂㗎。咁就嗰個以為哇美國好犀利㗎，其實唔係嘅。不過我哋去到係傳承傳統文化、傳承嘅粵劇，即係條件幾差好，我哋都係盡我哋努力做。咁其實我哋都係表現得好好，做得好成功嘅，就係去到翻台見你做就證明你好受歡迎啦。其實我哋就唔係計較個條件好唔好，最緊要將我哋嘅藝術發揮出嚟，呢個係最緊要嘅。多謝。內容去展現你哋呢個搭檔情義咧，喺呢本書裏邊。其實呢本書入邊有好多戲，基本上我都係同丁院長演嘅，又或者我都會同其他老倌演過，咁我都盡量即係每一個都會有拎出嚟，咁所以大家喺呢本書度可以會發現同丁院長嘅特別多，特別多啲嘅即係而且係就算一個戲裏邊可能有唔同時期。唔同時期演嘅，所以大家會睇到啲相片，可能一個戲裏邊，咦點解呢個咁即係個妝點解紅紅白白會分得好明顯，跟住另外嗰張又唔係嘅喎，好似而家嘅化妝同以前唔一樣嘅喎，即係大家會睇到唔同年代我哋嘅妝造都會有唔一樣我哋都會跟住個時代嘅審美會作一啲改變啊咁樣，咁所以睇落去都會睇到係唔同嘅都可以細心嘅都會分得到係邊個時期嘅妝啦多謝兩位藝術家嘅分享，多謝。咁咧有請廣東省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廣東省劇協主席曾小敏女士，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蔣文端女士，廣東省文聯原副主席、廣東省劇協榮譽主席丁凡先生，廣東省省文聯戲劇影視工作部副主任、省劇協秘書長譚津女士，廣東粵劇院副院長張俊瓊女士，以及本畫冊嘅兩位作者周佩文女士、劉敏亞女士上台一齊進行呢個揭幕儀式，有請。有請，咁我哋屏幕上咧，我哋將會有倒數時間嘅，咁我哋一齊嚟，我哋一齊倒數，5、4、3、2、1，粵劇名單嘅就係蔣文端新書正式發布。記得點讚關注我啦，麼麼噠！